爱上会深头路。枪下求职登记表。相本，爱上会深造福面嘅头路，唔伫好深嘛。唔是说，政府理下请鼓励民众做照顾服务员，审批唔系每日，专业加证书暂系第一。理下已经有当到市内嘅照顾服务员到各县市服务，请问你有相关嘅证照吗？冇呢，唔怕，你是在参加相关嘅集训课程，睇到培训证书，即系讲普通你去考证照。请问你课程有纳钱吗？我看你有满45岁了吗？有，我今年50岁咧。符合中国人地天身份嘅参训资格。经过审查，符合嘅人，政府付出全部嘅训练费。安好，大鹏，我写好了表格，张提问。好，天天的来，唔是条件。看来请见客，你下一定先来认识一下佢嘅重要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啱么？照服员，照服员，照服员。好，照服员，我们有时候会说得更清楚一点哦。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，照顾服务员。鼓励，鼓励，鼓励。民众，民众，民众。证照，证照，证照。培训证书，培训证书，培训证书。葡萄，葡萄，辅导，辅导的辅，华语会说成清纯的 b， 辅导，但是在客语会说重唇音，葡萄，葡萄。训练费，训练费，训练费。接下来，我哋来学到接送用到嘅技巧。是得参加相关嘅集训课程。是得参加相关嘅集训课程。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。是的，是的，您可以参加相关嘅相关的集训课程，职训课程。是得参加相关嘅集训课程。是得参加相关嘅集训课程。您可以参加相关的职训课程。我看你有满45岁了吗？我看你有满45岁了吗？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？我看你，要看您有满45岁，45岁了吗？了没？我看你有满45岁了吗？我看你有满45岁了吗？要看您有满45岁了没？